苏拉，搞什么飞机？为什么欧元最近一直在贬值？拜托，咱们登到过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欧巴，货币汇率是市场决定的，不是我们随便按按钮就能升的。市场，我就是市场的老大。如果我向你们欧洲和西交税，你们也得同意。特哥哥，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你只要让欧元强一点点，让咱们美国出口商品更划算就行，这样我们的牛肉、波音、特斯拉就好卖了。欧巴，汇率不仅仅是为了出口啊，它还涉及通胀、利率、经济增长。如果欧元突然升太多，欧洲的出口也会受影响的，物价可能上涨，老百姓可受不了。妈的，我只关心美元，我的股市，我的推特。欧巴，你连通胀和利率都搞不清楚，还想操控整个欧元区吗？苏拉，我这叫总统级别操作，股市涨跌靠我一句话，一出手，全世界都得给我点赞。丢雷老母，傻逼！